后来乡亲继续要来看民进党的前主席施明德，因为肝癌来过身去做宣露。施明德是台湾的政治家甲人权的捍卫者。台湾为党外运动到民主化的过程中，施明德是上有指标性的人物。1979年，施明德甲党外人士来筹办着《美丽岛》杂志。同一年的12月初10，高雄来举办纪念世界人权日的群众大会，爆发着警民冲突，演变做美丽岛的事件。施明德当时被通缉，被判无期徒刑，一直到1990年才被无罪放出来，来继续伊后一波的民主化的运动。施明德在法庭上频频地跟坐在旁听席上的家属打招呼，倒喙手满面笑容，一只手插伫咧地上，另外一只手会手底去。1980年3月10日，当时施明德因为美丽岛事件出庭审判，伊人看起来真漂泊。美丽岛杂志社在台北市仁爱路3段23号9楼正式设立。1979年6月7日，美丽岛杂志社挂牌成立，施明德担任总经理，负责组织群众运动和海外联合，掀开民主声势。同年12月7日，高雄举办纪念世界人权日的群众大会，爆发警民冲突。这阵已经在大门口搭封条，门口也阁放几落张美丽岛杂志，无人去管。那杂志社防查访嘛大规模全台湾列行，施明德身为活动总指挥，正做头号通缉犯。当时警民总部以本人罪嫌通缉，掠相关人士14人。施明德阁透过改变外貌的手术变装走路，落尾阁一摆红遐，第二摆红判无期徒刑。直到1990年李登辉做总统，宣布美丽岛事件判决无效，施明德才以无罪之身红放出来。反省是面对历史的起点，来宽恕是结束痛苦最美丽的据点。施明德红放出来，随导致新一波的民主化运动。2013年对着美丽岛事件35周年，民主先锋和我斗阵，有修行冇感慨。为生奉献的基本的核心的信仰跟价值，就是自由、平等、国爱。我们施明德是老大，35年了，台湾社会。台湾社会有足大的变化。改变台湾命运的美丽岛事件，伫咧较早是未当提出来后，即马翻转做教科书来用。施明德捍卫民主的意志，卖继续传落去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